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过年10天的年假，明年啊就过了，爱搁开始来上班状课，而且后个月2月份爱搁补上班补2天呢，讲会屈准呢。也毋过嘛免伤过伤心哦，讲今年还搁有7个年假，会当好好啊来规划游览佚佗，尤其是4月份呢，儿童甲清明的年假有5天哦，会当为4月初1一直歇到4月初5。啊，今年的过年迄10天的假是歇甲正常，但是明年的过年就无遐尔啊好康咯。人事行政总处鉴定，明年的过年是歇7天1礼拜。多交一个男朋友，赶快生，赶快结婚，多交几个啊！多交几个？10天休得够吗？够，已经长毛了，休到都骨头都软了，要赶快工作赚钱。议员觉得好像放太久，你有觉得吗？我没有觉得放太久，我觉得一眨眼就马上就过了。10天会觉得太长，还是休好久，还是觉得太短，怎么一下就过了？不够。我去马来西亚，而且那边天气很好，回来台湾看到这个天气，然后又要开工，心碎。对。今日开工，赶紧甲你规头开玻璃心隆重扣起来。来看到了，虽限一夜，较无1个月，就228和平纪念日连放4天。所来4月，还有儿童节、清明节放5天。劳工4月底5月初1劳动节继续放3天。6月5日节、过下半年、中秋、国庆和跨年也有7个连假。2月15到28是固定休困日，3月初4、初5是拜6礼拜，等于拜3到拜5请3天，就会当休9天。可是要一直补假啊，补的没完没了，但是你就不用请假啊，对，出去玩就不用请假，也有好处。但是回来补班是比较辛苦的事情，对，但是出来混都是要还，不会还的。明年过年就无休遐济天，因为人事行政总处目前暂时决定，明年春节假期干那1礼拜，补班干那补1摆。那如果都休10天，这样好不好？休太久了一点，应该1个礼拜是最适当的那一个周期。所以10天实在太短了。对，放20天好。敢会当放20天，会使赶紧去困，做眠梦，啥物拢梦会到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